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算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阿婆啊，阿婆要出门时阵就交代，讲叫你明去买肉粽，敢无你袂惊心？就是因为，我哪会袂记？就是因为安尼哦，我唔只要等阮母啊，未转来进前哦，先赶出门啦。莫讲遐多啊，紧的，甲我斗相共一下，拜托一下，好无？甲我斗相共一下啦，紧的啦。唔过紧的啦。李芳啊，嘿，我感觉哦，你这两天亲像怪怪哦。我哪有怪怪？你这咧怪怪的。什么我咧怪怪？我看你哦，甲阮母两个哦，才会怪怪的。你看，你无代无志的厝内肯迄个国术国规大堆啦。哦，我看哦，敢会阮朋友？嘿，凡事把母啊杀起来款咯。呀！我啥物代志拢唔知，你别问，我啥物代志拢唔知，我唔知。等你也知影我要问你啥？我知，你一定是知影啥物代志吼？我唔知，我啥物拢唔知。我讲一个拜托。我唔知啦，我唔知影啦。拜托你啦，甲我讲一个啦。哎呀，我唔知啦。我这两天哦，你不过叫要起笑，你知影无？是安怎样啦？啊无。是啥物物件？阿婆，迄个面部啥物物件？你无过去啦？那顶悬的大壶啊！阿公呀，你唔好去啦，我嘛袂使啦。迄个面是咸菜啦吼，你若个拍开哦，会歹去。是咸菜，我的大壶啊！迄哦，这都阿婆有讲哦，迄咸菜吼，就爱搁打糊啊落去，安尼比较较香、较好食。对，是安尼。我都毋捌听过，哪有这款代志？甲阮母啊以前迄时咸菜嘛无我咧打糊啊，这个会去打糊啊？奇怪啊，你咧？哎呦，你莫管他，伊是打糊啊，打金纸啦。你这，你毋是要去买肉粽？紧嘞，紧用肉粽去紧嘞哦，紧去买，无等阿婆人等下你就无转去。哦，对。母啊！阿婆，你在哪？我毋是甲你讲，叫你这几工啊休困，莫出去卖。嘿，我咧讲的话，你哪拢无咧甲我听啊？母啊，我是去卖肉粽啊，也毋是做什么歹代志啊。逐工迄拢讲我什么外口咧拄着鬼哦，迄都算是鬼啦，嘛一定是一个好鬼啊。鬼就是鬼，
哪有分啥物好鬼甲歹鬼？当然有咯。亲像好人共款啊，歹人共款啊，对无？无啊，你这是啥物歪理哈？我遮侪10年会掠鬼，我只干那知影讲，鬼就是会害人，便是有鬼都爱掠。啊，有啊，无爱甲你讲啊啦。李芳呀，啊，胖啊，咧创啥？伊还咧推肉粽啊。啊，无啊，啊你这个囡仔，你明明是要甲我气死的。有啊，啊自细汉的时阵哦，伊就甲我讲，做人爱实实在在啊，啊交朋友爱交心。我讲我朋友哦是鬼，要掠鬼，伊讲我无掠阮朋友。有啊，除非哦，我有看到阮朋友啦，若无吼，阮朋友绝对哦，互你掠去的，一定你掠的。胖诶，胖呀，胖诶，咱来啦，胖啊！胖诶！这个囡仔吼，希望伊莫搁去撞着迄个鬼。这个囡仔来啊，这个厝边就是三工，我是看要救死。啊，唔知今当找有啊无？今当找有无？我难病咯，到病拢找过啊。你是问讲找有无啦？有啦，啊，有哪无甲囡仔带回来啦？我是讲有找到骨头档，我都袂捌脏的啦。啊，毋过伊讲拢无看像阿公啊，迄款囡仔啦。那是找无？真样啊，是讲哦，我有探听到呢，迄东边的庄仔头，甲西边的庄仔头，有两间咧袂捌脏的呢。别动气，咱轮头来去做，两边拢来找。今仔日已经是第3天啊，搁过2个时辰，伊就会魂消魄散。这个当作做爱。袂惊，这就是因母仔囝心灵感应。这包你摕去，外面的蔷薇啊，甲所有咱的门窗，拢甲伊抹满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。雨，为何这呢酸？暝，为何这呢长？出来！阿婆，是我咪芳的啦！阿婆，原来是你哦，咪芳的啊！你无代无志走出来遮创啥？阿婆啊，咱家己一个伫厝里吼，足无伴，拢也袂当安尼自然啊，自然啊。阿婆会搁去白肉粽，那我无聊啊。我毋是交代你讲遐胡啊，准备将所有的门窗拢甲打咧。啊，规间厝搭甲全好啊，哎呦，是要创啥啦？要掠鬼，啊！你听我讲，要
紧张啦，趁即马鬼还未来，紧转去将遐符啊吼，门拢甲搭起来，紧转去啦。阿婆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都安尼来对付我？你这个孤魂野鬼，为何唔去阴间报道，还搁踮咧阳间四处伫咧漂流？阿婆，这并不是我所愿的，我是悲哀，才会变成孤魂野鬼。阿婆，我只是想要牵我的囝离去。我知影，你的囝已经互我收起来。你将我的囝还我，拜托你将囡仔还我，我随时带囡仔离开这个所在。阿婆，袂用的，我要你时阵甲你收起来。阿崩啊！阿崩啊！找几暝是走去倒去啊？来隔壁转个找看觅。阿崩啊！少年啊，为囝拼生命，龙潭好下路嘛唔惊的，风险大，甲伊在大车拼，阴鬼斗花路，分输赢的，金斗啊找无囡仔影。紧张是喊甲大细声，阿婆啊肉粽寒得四过行，找无阿饭啊会赢食，招娘啊为要叫伊的囝，冒险来到因的门口埕。阿婆啊！可怜阮有仔囝，我拢伤害死。我是为着要找阮的冤仇人，所以才会漂流人间。阿婆，我讲的拢是事实，请你将我的囝还我好。我是你咧讲，我无一定会相信。阿婆，阿婆，少年的红婿是去予人害死，连我唯一的囝，也去予人骗去外口用水活法毒死。少年又搁受到侮辱，我是伫个叫天天袂应，叫地地袂灵的时阵，我不得已才会掉头自尽。阿婆啊，阿婆，这款错误断害阮规家是甲这么凄惨的人，却会当伫个世间逍遥自在。阮规家予人害甲死甲这么凄惨，沦落为孤魂野鬼的人，反倒转袂当得到世间人的谅解，这敢有公平心？阿婆，是安怎阮会这么惨呢？你现在所讲的若是全部事实，是安怎你唔向阎王领兵去报仇？如果这若是属于前世冤、后世报，那你阎王
伊就袂出面互我报仇。我一世人的冤仇，敢是白白无报咧？阿婆，阮一家伙死甲遮尔凄惨，我来互亲手报仇，我真是死目都不愿看。你的做母确实值得人同情，不过你无领病去报仇，你是犯天条，你将会焚烧劈散，永远无法度轮回。我生前已经无将我的性命看得着，死后我更加将我的分别已经是置之度外。我只希望会当报仇雪恨。那安尼你的囝呢？我的囝还阁小，我几若摆一直想要送伊去投胎转世，也毋过囡仔小，伊离袂开老母，我也毋甘离开伊。阿婆啊，请你相信我，将我的囝献我好。确实你有影真可怜，不过我修道者有我应尽的责任，我袂用爱随便放孤魂野鬼险害众生。也若关系你的囝，现在是互我关伫个七星暗中，我希望你及时悔悟，自动自尽。若安尼，我弘扬宝带念讲。你伤未害人间，罪孽未深，我会当为你做339个时辰的法事，超度，互你落阴府，搁再去投胎转世。假使你若是执迷不悟者，不但是你永不超生，连累你的囝也都爱在七星暗中化为乌有。阿婆，亲像我安尼苦苦念佛，你真是铁打的心肠。可是阿婆，你真是唔肯答应，那你条件，就只好无顾一切，将我的囝二手转来。阿崩啊！阿崩啊！阿崩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无冤无仇啊！你有啥物代志，你家己去食，我跟你讲无。哎呀，恐怖！哪位找解脱秘密？风为何这呢酸？为何这呢长？阿崩啊！阿崩啊！阿崩啊！两边整个头拢垂透头啊！这囡仔到底走去倒去？那边也有电话会，过来看卖。鬼无遮引导呀！哎，来啦，证明一下，人啦！你是啊？嘿啦，哎，这个是要做肉粽。是我是做巴掌。哎，我遐伊无要做啥物？你走！啊，出去！你要紧无？你若伫翁仔内底，我已经叫你。哦，喂，你是啥物人？敢讲你唔知影母仔囝是鬼？我当然嘛知啊。既然你甲知影伊是鬼，你就无应该来遮插手。我就是知唔知帮助伊，因母囝拢我朋友呢。哦，又搁嫁一个唔惊死的啊！赶紧将翁仔讲好，紧将囡仔救出，赶紧去。等下，你若敢甲我进前一步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啊，你若搁阻止我，我嘛对你无客气。是我惊啊！哎呦！老大人安尼，照来。
小等，小等，来，你看这个片，亲你，你敢拍我？看你外搞，耶！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目睭看我，大家个喊着，我就亲你外搞，耶！袂用，这个阿婆虽然目睭青面，也毋过健康足来。对，我一定用相当极赛方法来对付。哎呦！你个讲我是你做朋友啦！阿婆，你是要做啥啦？啥啊？你来再帮我呀！阿婆，你要听我。阿婆，你要听我。少年啊，哪会使拍阮安尼啊？我哪里是拍啊？是怪我啦！哎呀！你这个拍我呢，我就拍你死！这哪里还是你阿公啊？个阿公在哪里来啊？你卖跑，你卖跑！阿婆，我来听听。阿娘，你掠着阿伯啊？无唔对，你哪是在阿弟？阿娘，因母阿囝拢是好人嘞，你绝对袂当相信的啦，阿母。你这个戆囝，到这个时阵你还阁一眉不目咧替鬼讲话。对啦，阿娘，你绝对袂当相信的啦，阿母啊！叫你可怜我，哎，金牛啊，金牛啊！俗语在讲邪不斗正，招娘啊拼死哦，上可怜啊的。弘扬的法术是一定，唔肯互伊来过超生，也米芳啊跪落你来求情，手势都举悬哦。来写面啊的，招娘啊做鬼都袂歹心情，阿婆啊你着好心的，斗完成啊的，阿婆啊看到米芳啊目屎流，也赶紧来跪落土骹斗，阿母啊喂，人情你着做好教。唔通甲因啊做对头啊的，过来换讲周金斗，点边啊看甲是真乞后，顾正阿婆啊放伊走，哪通互阮大家乱吵吵哦？啊，招娘啊，即阵才讲起。为着冤仇要找周阿师，可怜全家来冤枉死。第一恶毒就是伊，也阿婆啊听完才了解。你若无讲，我唔知。原来全家被人害，就来当情你才应该好啊！这件代志我就插到这为止，以后我拢卖管，以后先拢加起来。多谢阿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阿婆，我搁跪伫下，我希望你慈悲将我的囝养我，阿婆。兄弟的囝，是阮少年你伫咧讲的是？是啦，照着我咧求阿婆，紧放阿婆仔出来。阿婆，我求你，你要帮我小小呀！我求你，阿婆，拜托咧。我嘛求你啦，救我朋友阿伯啊啦，紧的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既然我甲答应你啦，自然我就会放伊出来。
歹啊啦！阿伯啊，困着伫咧刷去啊啦！阿伯啊，阿伯啊，我要求你，无论你，你还救我的囝妹。阿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，你一定要叫伊小小爷，阿婆。我甲你拜托，叫我的朋友阿伯啊啦。会啦，我会尽我的能力啦。也毋过会成功袂成功，我毋敢保证。假使若是叫袂成功，你嘛毋通怨叹我。袂啦，就算讲袂成功，我嘛袂怪你。顶听真足，要救这个囡仔首先爱有真侪动男动女的血。我怪伊，阿婆，我怪伊。我嘛怪你，我嘛会用的。也阁有3工，一了紧的3工，绝对香烟不断。好，这我来。没，这件代志我来扛。我来负责头，我扛头。你都回来了，你能帮我娘做一点？阿婆啊！是吧？哈，4点了，对，哇，18来哦！哇，来哇！啊，完事。哇，18啦！来，我看卖。4点啦！18啊，必须啦！来，对我，18来呀！哇，9点到同哇，搞大呀！你今日赢遐侪钱啊？安尼，我多啊，今日手气特别好，先动都动袂掉，你知道？我了安尼，小可赢一注，安尼哦，小赢啦。咁咩啦？搞大呀！无你继续算啦，阮两个先来走。安尼哦，哎啦，好啦，恁代志无你请便啦，好，我搁干总庆来啦。看见咧，来，哇，真地，来，中地哦，好来了，再来了，哇，5点啦，来呀，中到啦，哇，今日好嘢，全你赢哇，慢，我看安尼就好啊，恁伊啦，我甲遮就好啊，歹势哦，啊！你无爱趁即摆手气好，加食牛人咧？卖咯，唔拄啊，若输骗咯。袂啦，江大爷，那以我咧交警遮侪年的经验吼，就拿你咧讲的共款，运气来先动嘛动袂掉，加伊一下牛好啦。卖咧，我看我后座再来，我即摆就较袂，我即摆先来药铺者。药店哦，嘿，你要药店创啥哈？哎呦，天气不可老邪吧？安尼哦。没啦，孙娇，阿孙啊，真秀。我无聊的，逐工住一个同一个所在，做同款的代志。唔正囡仔，啊你嘛真歹款待咧。较早对我安尼食有3顿食到无一顿饱，你嘛咧哭歹尔。即嘛互你住到安尼3顿食到遮澎湃，搁住到遮酥卡，安尼你嘛咧爱无聊咧。也毋过啥？囡仔人较好款待咧，我来讲。江大爷，手气好无？哎呀，袂歹。手气若好，以后钱就要加摕一寡哦。哎呦，无问题。阿伯呀，来摕药，安怎？阿大迄两盒食一个有较好。我看有啦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是重要时刻哦，我一定爱甲你交代者。这药食落虽然是佫有较好啦，毋过这个时阵啊，绝对毋通去找你某啥款。若无你哦，绝对规组害了。安尼哦。当然是安尼咯。阿川啊，来啦，迄个长大爷药啊，好啊吼，这里好。啊，这是我抓5分啦。安尼哦。来，这今仔日药钱啦。药钱哦。嘿。啊，无，小弟，我等你这间这大店，我有法度找你。哎呀，无要紧啊！啊，你大概毋是有写讲药钱随在人的意思的？啊，凊彩，吼啊，我袂用啦，我要先来去啦。买啦。再来这哈，按泡在地咧。哦，袂歹哦。这个口甲头，我这间这大店。来，阿春啊，来，紧来。哦，大条，你记上。
是，你是咧想啥物？我伫咧想，到即阵还无法度能查出共有去，到底是抑阁有偌济财产？伊足感伤的，佮足小心的，我实在是真歹问出来。但是，我遮尔讲，你会生气袂？但你是咧讲啥？我要来甲你生气，我即马是咧想其他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甘木溪最近啊，定定走去我的药铺找卢万塞。那有啥物要紧？伊会去找卢万塞，主要想讲来医治的老毛病。伊想讲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查甫。那你是要安怎？万一伊若医治好势，那安尼？当然，我嘛无愿意医治好啊。再讲，伊的病若讲真是医好，是到，换你说我会吵。那安尼，你袂晓叫迄个罗汉西莫甲伊治疗？我若回事甲伊讲者，你无定咧讲。人讲医生有医着，佮再讲罗汉西这人哦，嘛真固执。小兰啊！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你袂晓叫迄个罗汉西莫甲伊治疗？我若回事甲伊讲者，你无定咧讲。人讲医生有医着，佮再讲罗汉西这人哦，嘛真固执。小兰啊，小兰啊！啊，你免做。啊，来啊啦！来啊啦！来啊啦！叫遐久，即阵才开门。无过个，啊你今仔日较早转来？对今日开始，你去客房，啊莫搁入来遮搅搅，这是为什么？到时你就知啦。无过个，啊你手提的包是啥物物件？哦，仙丹啊！仙丹？是啊，一个手啊，用遐尔啊做去。是啊，大啊你反正讲阮着活较大，啊而且有经验我，我毋知。我是安尼讲无对，但不总是莫有一个限度啊，要无我开交警是要做啥？大，啊你讲安尼意思，阮啊，出去出去出去！奇怪，最近是安怎来拢总袂出？敢讲我是去拄着鬼？应正收魂祖师降魂来，上上单。唔讨别人的命，受你地主阿公啊魂魄鬼。你也混得转来啊，阿公啊，我爱想我囝。阿公啊！您注意听，这场法事要连续3年3日香烟不断，最要紧每烧一遍香，动男动女3智慧爱滴落喉中。是。
苦心修炼，魔山擒妖，7日49天，想袂到第48天，去互拿刀子的破，我前功尽弃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，实在可恨可恨。我是府城第1名导师呢，想要甲拍死这李将军这高分野鬼，这可！啊！这可！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系咯，我事中断，对阿蹦也真不利。那你别走，阿鹏啊！阿你这么衰，要沦为亡，今晚要甲你过，是安怎？让我的囝这么苦？我的心肝惊，你哪会这么可怜啊？阿鹏啊，是安怎？阿公啊，有票到叫要散去啊！阿鹏，阿鹏，你插我起来，你插我起来！阿你受伤啊呀！你叫阿鹏莫甲费心啊！这是无彩工，我已经准备，要甲我可怜的囝，做阵魂归魄散。
真感谢恁做人，一直这么照顾阮的伙计，恁的善心，心连看会到，恁一定会得到好报。我一世人已经无法度报答恁的恩情，又搁无来生可言。这是我一世人上该遗憾的。我毋是阿婆救袂得啊！阿婆，拢是你啦！当初你若莫让阿婆啊，就无这个代志发生啊！囡仔，你哪会讲我尔啦？事实就是安尼嘛。恁吵我起来，时时袂用个叫超过。袂啦，你看不掉啦！恁吵我起来啦！母啊！你受伤啊啦！照你嘛，我已经尽所有的能力啊！恐惊我无法度救阿公啊！请你唔通见怪。阿婆，我无怪你，这是我的命。莫非是天要转我？今仔，请你有法来去甲我的兄弟最后一面。不可能的行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